1976年9月23日，美国维京2号太空船伫火星乌托邦平原登陆。维京2号的登陆器伫火星表面加速1281个火星日，轨道卫星摄火星总共706年，传回将近16000份火星地表相片，并且探测火星大气的结构甲成分。李这个棒球名称王贞治、王正之伫1977年9月23日讲出第756届全垒打超过美国大联盟这个传奇人物汉克·艾伦，写下新的世界纪录。后来一直持续改写纪录，一直到伊40岁退休时，讲出第868支全垒打了后宣布退休。2013年9月23日，微软以54亿4000万的欧元，相当是当时超过2100亿的台票，买芬兰手机公司 Nokia。为个人电脑加软体业进入到手机的产业，不过微软在3年后宣布将 Nokia 又要卖予富士康。